集三甲来敬拜咱的主上帝。上帝以爱伫咱每一个信伊的人，无论亲近伊的人，咱拢用祈祷、用安静的心，三甲来到伊的面前。好邀请你如果你若是有恁亲人、即个小朋友你会当挂伫咱手边吼，你用手机会当来用 QR code 来扫描，会当来进入咱的直播的内底。嘛邀请咱时间咱会当提早10分钟，咱拢是9点半开始，咱提早9点20，你当将手机先来打开，甚至来扫描咱的 QR code 来进入咱的直播的现场。邀请咱的小朋友会当做伙来观看咱提摩太牧区的直播的园区。这个时牧师要邀请咱做伙同心伫主的面头前，咱三甲同心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祈祷内底来亲近伊，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摆组织阮，互阮伫这清净的早起时，阮用祈祷、用学乐、用活泼、求条的心来到主你面前敬拜上帝。求上帝你亲自信心，成做阮的帮助。互阮会当三甲甲主你亲近的时，阮的心若有火热，阮的心嘛要搁一摆来遇到智慧。愿上帝你信心成做阮的帮助，引带阮来听主你的声。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弟兄姊妹，相信咱每一个人伫这礼拜的中间，包括咱每一个礼拜对疫情开始了后。每一个人拢在经历生命的苦难，这种的苦难有时是好，但是当咱若无用正确的方式，咱若无用一个上帝意爱的方式来去看待，安尼咱的生活就非常的困难，甚至你无法度通喜乐。我所要请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在上帝的话，对先知以赛亚来讲。先知以赛亚甲咱讲起，讲伊代替了咱的残障，担当了咱的悲痛。上帝依赖咱，互咱会当清楚明白。耶稣甲咱讲起，讲伊是代替了咱的残障，担当咱的罪恶甲悲痛。好邀请咱做伙来为几项事来祈祷。第一项，咱为着咱伫抗疫的中间的所有国人，甲每一个医疗团队，咱为着咱家己。咱为着咱整个伫遮咧服务的每一个人来祈祷，咱学习交托，咱学习仰望上帝，相信互咱的生命会当过咱圆满。甚至咱为着咱家己头前，咱伫咧面对防疫的整个的过程，咱得爱有耐心，咱得爱信心忍耐，学习听候。我相信这拢是上帝伊爱咱学习的。咱继续来为着确诊遮的亲人。甚至也是咱的朋友，也是咱台湾的人民，因了过伫艰苦的中间，咱求上帝医治恢复因的生活，互因会当正常的生活，互因当继续为着因的生命继续来打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你是疼的来源，你嘛是生命享受的来源。主啊，阮若无求叫你的名，阮袂记着主你的事。阮每个一摆，将阮台湾所咧面对疫情所带来真侪帮助的这个服务人员，特别医生、医疗的团队，以及所有这个抗疫的这个台湾人，每一个参与认真伫这参与的过程，阮拢恳求上帝以心事互阮回馈咱，互阮持守伫信仰上。毋单是信的内底，阮嘛要学习用阮的行动来配合整个防疫的中心所交托，互阮应该爱遵守的规则。主，你要赏赐互阮平安，你嘛要赏赐互阮义的回来。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互阮着持续为着这个需要的人来祈祷。阮嘛要特别为着阮家己来祈祷，互阮。一粒柔软的心，互阮有一粒到底忍耐的心。有可能阮咧面对阮的经济压力，
为着阮的生活的困苦，为着阮头前的道路，毋知要安怎行的时，主啊，你是阮的帮助。愿面倒转来到你的面头前，住你困求。阮相信你是手术溃烂的大手术者，嘛是世间手术阮生命大流溃烂的关键的手上帝。主啊，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手术溃烂毋能帮助，互阮每一个人有溃烂通面对疫情，嘛特别阮要为着这已经受感染的台湾人，这国人来献上困求。因的内心有时有失志，有时有艰苦，放弃伊的生命，但是阮求主你上帝亲自搁一摆手术毋忙，手术无因，互伊治疗的过程着忍耐，互伊治疗的过程着按照医生所吩咐的规则来活来遵守。阮相信上帝你要搁一摆，互阮的生命伫遵守每一个规则的中间来伫活。求上帝你嘛手术互阮，靠这困难，通过祈祷来带来生命嘛。人生困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圣经的话安尼讲起来哈利啊，我愿你凡事丰盛，身体臃肿，亲像你的灵魂丰盛相款。好邀请你家己边的兄弟姊妹、你的亲人朋友，甲你讲，愿主丰富你的生命，互你得到永驻；愿主丰富你的生命，互你得到永驻。上帝以爱咱三角来为着咱台湾整个的使用工商做伙同心来困求。台湾的经济已经伫即摆疫情的失控的中间，已经带来侪影响。但是我看见有侪国家因面对的疫情是一段偌久的时间。我相信台湾伫这短短的时间内底，咱就要更加为着这个使用工商，为着因形态的改变，整个侪改变、形式的改变，拢需要较侪智慧。咱嘛求上帝帮助伫教会福音的工作，甚至异常的改变、方法的改变，咱需要做无相反好的准备。咱求上帝亲自宣示意会，互每一个教会的牧者甲中职同工。咱嘛特别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的兄弟姊妹。平常时嘛着好好通过媒体啦，通过 LINE， 通过无相关的方式，咱彼此的关系毋通失和，咱就要更加密切。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无因这疫情的关系，咱的家庭的关系嘛着爱持续努力。伫灵修的习惯里面，咱嘛着爱哪来哪求，求上帝帮助咱自己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咱的上帝，主你是手术互阮凡事得到丰盛的上帝，是上帝你的手术，阮着爱永驻健康，毋那身体健康，阮的灵魂嘛要得到永驻。愿上帝你提升阮灵魂生命活力感恩，帮助阮。互阮伫家庭，互阮伫生活，互阮为着事业工商，阮每一个人所参与的生活的环境，阮拢会当车做外外见证。求上帝你赐互阮，阮通过祈祷，阮要得到毋忙；阮通过祈祷，毋是无来源，是对上帝你遐来所要手术互阮的帮助。愿上帝你经过阮，互阮有智慧，嘛互阮成做一个大道的勇士。感谢主，阮特别要将今日的敬拜全然仰望交托上帝。我要请主做阮生命最要紧的生命来源。求上帝你赐互阮，互阮认捌主无规矩空空，认捌主哪得着丰贵贵来。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名来求，阿门。邀请你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你边的亲人讲。愿今仔日的敬拜丰富你的生命，愿今仔日的敬拜丰富咱每一个生命。咱的主有伊的名，伊的名就是奇妙的魔术，是和平的真君，嘛是永远有咱三角地的君王。咱每一摆来到伊的面前，咱拢着学了称呼伊的名，求上帝帮助咱。
互咱时常记念这个情谊。亲像你生命，亲像你生命。因为你名这奇妙，看比原来学咯。亲像你生命，亲像你生命。因为你名这奇妙，看比一大学咯。生命，因为你名这奇妙，堪比一大学咯。亲像你生命，亲像你生命。比原来学咯，亲像你生命，亲像你生命，因为你名这奇妙，堪比一大学咯。亲像你生命，因为你名这奇妙，堪比一大学咯。看过时来风干，你是天头到夜晚，你是。亲像你生命，因为你名这奇妙，堪比一大学咯。主，我感谢你，我称呼你的圣名，愿你搁一摆将你的平安赏赐予阮，互阮伫今日的敬拜。是伫上帝你的平安的内底来享受你的恩典甲祝福。感谢我的主，应当归荣主上帝。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使徒信经咱做伙来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地，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前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得活上天，
搭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方，罪的赦免，就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三甲做伙来体验，请咱兄弟来体，姊妹来应，请丈夫啦，请丈夫来体，咱太太做伙来应，做伙来体验。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温事，甲一切完全的温事，是对天顶光明源头所属。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世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米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逐个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生气，因为人会生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要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着用温柔的心，接待迄个种伫恁心内袂当救恁的道理。着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下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得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搁有得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赐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咧欺骗家己。即个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可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白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但是牧师这时阵要邀请咱的指挥甲子安，咱有要献首一首诗歌叫《万米充满你的恩典》。
弟兄姊妹，咱做伙来看上帝话记载伫马可福音书第11章20节到25节。上帝话安尼讲：早起时，因对遐经过，就看见迄丛无花果树枝拢孤单去。彼得记得就甲伊讲：rabbi，你看，你所救助的无花果树已经打去。耶稣就应讲：恁着信上帝。我实在甲恁讲，既若甲即个山讲，刷去伫海里，心内无犹豫，独独信伊所讲的的确正，就要甲伊正。所以我甲恁讲，既若恁所祈祷来求的，着信是已经得到，就要甲恁正。既若恁徛伫祈祷的时，想到有人得罪你什么，就着赦免伊，互恁伫天灵的爸也赦免恁的过失。圣经读到这，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一个信心祈祷内底的人，要安怎会当得到真实的快乐。以前牧师要邀请你，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愿主的话真实充满你的内心。愿主的话真实充满你的内心。伫开始以前，我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一个短短的影片。这个影片是在描述一个毒棍毒棍，台语毒棍叫做蚯蚓华语叫做蚯蚓。那这个毒棍呢，伊的一生，我想真侪人拢知，但是伊表露出一个现今咱人的生命的内底，一个无常的生命中间，咱安怎来看待？咱做伙来看。
伫这短短影片内面真趣味啊！如果会使，你能邀请你的朋友，甲你这小朋友会当做伙来看啊！这细只的毒菌，伊拄好描述一个伊的短短的人生充满着侪惊险啦吼非常的危险啦吼。但是伫这真特别的一个小小的影片内面毋单单互咱人去思考一个要紧。当一个人伫为着要脱离迄个死亡，伊伫遐绞尽脑汁要安怎样来保全伊家己的生命。其实咱会当理解，一只细只毒菌，伊尽力伫遐咧拼，为着就会当生存落来。但是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敢毋是嘛安尼？特别伫这环境充满着侪病毒、无形的病毒，咱人嘛相款伫遐咧丢毒。到底我食这项物件够安全？最近北农的事件即摆大家人咧想讲，哇，去到倒位，若有看到北农的农产品，咱就特别爱注意。我嘛甚至去甲我的牧师娘讲，你若有看到迄北农的这个农产品若会使你酒精刻一下随身看好刻起来先煞消毒一下。像你即摆人的心拢有侪想法，想讲要安怎保全家己会当得到平安。圣经内面嘛有一句话安尼讲。伫诗篇31篇第14节，上帝话安尼讲，讲上主啊，我要求要倚靠你，我讲你是我的上帝，我的一生伫你的手中，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甲困逼我的人。兄弟姊妹，大笔伫诗篇内面，耶和华上帝讲着，讲我一生拢伫你的手里。求你救我脱离才会对敌的双手，甚至迫害我的人。那你姊妹，伫咱一生的中间有一切劳苦甲灾难，伫咱微碎生命甲无能的困难的中间，咱要安怎样倚靠迄个大权能的主宰？兄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节，要搁一摆通过上帝的话，搁一摆来帮助咱。互咱的生命通得到智慧的心，邀请你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着注意来听哦。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今仔日圣经在马可福音书第11章第20节到23节，一开始讲起一个足要紧的话，嘛是耶稣在回复彼得的疑问。当彼得看到高大的无花果树，拄好想起过去耶稣捌救助的这人无花果树，因为伊无法度通结果子，所以耶稣救助这丛无花果树。但是彼得看到了真正发生的时阵，就甲耶稣讲耶稣啊，
你看，这张也无法歌手真正安怎高大气啊！耶稣伫20讲安怎？伊讲应讲，甲彼得讲，你着信上帝。我就咧想讲，彼得就甲伊问吼，确认一下吼，是安怎耶稣要甲伊讲，你着信上帝？我咧想，彼得伊回答耶稣这个问题，应该是伊咧想的是，耶稣啊，你的话吼，你讲的话真有气咱吼。那亲像有当时吼，咱若来到牧师的面头前，一个基督文士做气咱的兄弟姊妹面前，你会想讲，伊若对你讲一句话，你会安怎？你特别针对伊所讲的话，特别信服啊。但是耶稣伫今仔日的圣经在内面，明确甲彼得讲，你着信上帝，毋是信我的话啊。兄弟姊妹，耶稣伊阁继续讲一句话，举一个例，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无论什么人对这个山讲起来，去添伫海里，伊的心若无摇疑，神所讲的的确会实现，嘛会安那？嘛会安尼互伊实现啊！兄弟姊妹，伊咧讲的，耶稣伫甲彼得讲，咱人的心比你所信耶稣的话，什么一个属灵的人物所讲的话，搁较要紧。所以甲你兄弟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着爱凭着信心讲主爱讲的话，你着凭信心讲主爱讲的话。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要做伙来了解。一个有信心的祈祷是什么祈祷？咱常常咧想讲，我的祈祷敢真正有困难？兄弟姊妹，当咱咧为着咱的病情，为着咱整个社会所拄到的 COVID-19 的问题咧祈祷的时，敢真正咱的祈祷无困难嘛？敢真正咱无法度透过咱的祈祷来带来改变嘛？兄弟姊妹，我说毋是要讲你毋免透过祈祷，你毋免接受这个疫苗接种。我所要讲的是，咱着爱伫信心的祈祷中间，求上帝伫咱的生命中来成就迄个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伫咱今日所看的圣经在内面，主耶稣伊用这段有信心的宣告，是要回答彼得，爱互伊了解千山山海倒入去海里，拢是一个神呀，毋是人所会当做的。但是当人若信心，你的信心若会当放伫对上帝所要完成的事顶面，你用这款的心来去看的时，上帝的确互咱达成。所以信心是咱人唯一会当互上帝通得到满足的物件。信主的人，你若无信心，你讲我相信上帝，但是我做大项代志，我就是无信心。兄弟姊妹，这毋是信上帝的人。一个信上帝的人，伊毋若讲话有信心，做代志有信心，甚至伫伊的生命中间，因为这个信通帮助伊的生命，通哪来哪丰富，哪来哪喜乐。我看见有真侪兄弟姊妹，当伊掠掉这个价值观，这种的信念，开始去认捌这个信仰的时，兄弟姊妹。这份信仰是多么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咱着爱因为信通进入这个咱所徛在的这个丰盛的稳定的所在。你若要得到这个丰盛稳定的所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丰盛的恩典，我们就必须要在信心里面去行事。所以基督徒祈祷无困难。咱来定心倒转来思考，我的心敢有徛伫信心的祈祷的中间，用信心的宣告，通去看见我眼前所看到的困难。所以兄弟姊妹，罗马书第5章第20节安尼讲，咱对神通过基督，通进入现在地享受这个稳定，欢欢喜喜，望通分享上帝荣光，借着信，基督使我们得以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不是借着信使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再说一次，
咱是借着信，咱是对信心，而且通过耶稣基督，通进入现在所享受的稳定。耶稣基督是啥？是安怎通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明确互咱看见，咱就爱信这个上帝所要享受的大亏待。亲像今仔日的圣经相款，耶稣甲彼得讲，咱就爱信。你有信无？你就爱信，你就爱用通过信心来行上帝所要行的事。所以，弟兄兄弟姊妹，当咱伫信心的基础的内底，咱要安怎做的时阵，首先，咱一定得爱相信上帝，相信上帝要为你成就，相信伊是满有权能的上帝。阿们。这是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应许。当咱要了解咱的基础，要充满用信心来基础的时，咱要安怎样做？第一项，咱就爱了解上帝是享受大权能的上帝，这是重要的应允，也是第一项咱爱了解。第二项，咱做伙来了解一个真要紧的问题。耶稣继续讲，所以我甲恁讲，恁祈祷的时，无论求什么，啦，后壁这句真重要。信已经得到，就会得到。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信已经得到，就会得到？这中文呢，现代中文译本是讲，相信是得着的，就会得到你们所求的，就会得到。这个就会得到是一个还没有得到的，但是因为我现在相信，我已经是得到，我是一个已经得到的人。亲像啥？最近牧师看咱的国中生这个国中生伊真爱动车啦撞车。时常看牧师拢会在分享了解，讲这撞车他未来他希望怎么样？逐摆若看牧师咧讲的探讨的过程，讲到最后讲了伊就去改啊。但是我会当看见这个学生囡仔伫伊的心内，伊一直咧往伊的目标在行，在认慢。我知影，我看见伊的信心就那亲像耶稣咧讲安尼，相信是得到的。伊知影，伊透过欠钱，伊透过伊安怎规划伊的人生，规划伊的工课，规划伊安怎趁钱，规划伊安怎样跟伊的爸母沟通。所以我感觉一个人，伊若相信伊是一个得到的，伊会透过伫伊的行为的中间，互看见讲未来伊就即件真正会得到的，会当。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信仰，只要信是得到，就要得到。只要这个第一个是得到，代表是现在你已经得到啊。所以我要问你，当你咧祈祷的时阵，你要有信心祈祷的时阵，当你真意外这样代志发生的时阵，你是不是有相信讲，我相信啊，我明明我逐工我拢按照起工，有好的正常生活的规律，甚至我食食正常，有好的抵抗力，我嘛有正常咧运动，我甲上帝求这项代志，我的心内就安怎？迄个信心的溃烂是有够大，你也清楚知影，我一定可以的，我现在就已经得着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喜乐乐观的人，一个乐观的人，你看伊咧讲话，伊一定是啥？伊知影这项代志是好的，所以伫伊面顶面看到就是喜乐嘛。所以兄弟姊妹，为什么牧师常常咧甲咱讲咱看到人，咱爱抱着一个用喜乐的心。你什么叫做有喜乐的心？不是你去求迄个喜乐来进入你的内心，互你得到喜乐，不是，是你得爱知影，咱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救恩，你本来就爱欢喜快乐。所以兄弟姊妹，本来就爱欢喜快乐，本来就是咱已经相信上帝已经赏赐予咱就欢欢喜喜来接受接纳。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爱咱知影，上帝话爱咱知影，后壁讲的确会得到，这个必得着，代表是将来的代志。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将来会得到，代表是伫信心的内底已经得到，然后才看见事实会临到。未来这个事实
的确要得到会领导。所以祈祷乃是啥？祈祷若无信心啦，就袂会成就嘛。所以毋是讲祈祷就的确成就，祈祷就要有一个先决条件，你就要有信心来祈祷来求，甚至这个信心是指信心相信的内底，上帝的确要成就的事。所以兄弟姊妹，有一个春增有一个春增的故事，伊真久无落雨啊，伫遐个所在的所有遮的农夫农作物，甚至拢无法度通去做收成。所以伫遮的人民呢，因一段时间因着准备一个祈祷会，求上帝天然的神会当来甲因降落雨水。即群群众因伫咧祈祷中间，突然间有一个查某囡仔突然行入来，真矮小，但是几乎所有的人拢无看到伊，但是伊甲伊的兄哥进入伫即个祈祷会中间。伫即个祈祷会中间，有一个年长者注意到一个小朋友，一个细汉查某囝摕到一个物件，然后真激动，指着迄个查某囡仔，就甲伊讲。迄个查某囡仔真正互我足感动。什么感动？伊讲，咱今仔日咧记者祈祷，求上帝会当降落雨水，互整个的会场只有一个人，伊带雨伞入来。兄弟姊妹，这个查某囝伊带着雨伞进入这个祈祷会中间，大家所有的人就斟酌去甲看这个查某囡仔。真正伫边有一支雨伞，逐个人当安静落来，接续落来，逐个就开始拍泡甚至流目屎。兄弟姊妹，这个短短故事，有时咱不得不通讲，这个细汉查某囡仔，伊毋是细汉。我相信这个细汉查某囡仔，伊的信心是啥？是大的。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的中间，咱是毋是有好好考验伫咱的信心的祈祷？每礼拜三，牧师用这个直播的祈祷，我真期待有机会，等疫情会当豆豆恢复，甚至恢复宣布解封的时，若是上帝要搁看咱的祈祷要无够的时，我拢真期待咱着爱搁较迫切祈祷。准时伫迄个时间，甚至你的时间若真正袂拄好，嘛邀请咱，一定着爱开一段时间，将这段影片甲伊放出来，然后咱伫迄个中间做伙来祈祷。兄弟姊妹，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第3节讲，信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安怎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信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注意古早人过去才会神拜，因为这个信通得到上帝接纳。咱要相信这个信仰无？咱要相信这个上帝无？继续伊讲对信，咱知宇宙是对上帝为创造的，安尼看袂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兄弟姊妹。过去有最科学家、创意的这个科学的制造家，因安怎？因拢是对看袂到的，安怎来做出迄个看会到的？所以我感觉这是真合理。人伫梦想的中间，上帝互人伫信心的中间，看见上帝奇妙的智慧。所以，当咱伫这个无常的生活里面咱看见病毒所带互人最对未来无确定性的时阵，咱的心是毋是有够额的信心？相款继续来主宣告讲：主啊，我愿意，我相信你的确伫阮的生命中间，要为阮的全球生命，拢会当成就一个阮所看袂到的大事。兄弟姊妹，我看见台湾已经改变。我看见台湾已经进入伫全球国际社会内面是一个听的国家，所以过去旧年当政府咧宣布讲台湾 can help，
兄弟姊妹，今年咱所拄着困难的时阵，侪国家开始看到台湾的需要，相款嘛咧帮助咱。我相信台湾毋免伫遐看人拼讲，阮是一个国家，阮是一个什么人，毋免。只要咱做一个应该爱做的自由民主有听的社会甲国家，自然伫国际社会，逐个人拢会当看见，咱就是上帝所疼惜一个宝岛台湾。圣经伫希伯来书11章第60讲，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哇，这句话，请咱会当时常伫即礼拜，甚至是未来的中间，咱常常将这句放伫你的内心。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这蛮合乎常理嘛。你没有相信，怎么会让那个上帝相信、欢喜的高兴？你是爱他的，你是认识他的。所以，咱敢若期待上帝为咱做什么以前，我们要先求神，让我们更多认识他。我们要相信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为咱成就最生命的祝福甲保守。求上帝圣神加做咱的帮助，嘛祝福咱伫接续咱每一个人拢开始会安排着接种疫苗的过程。咱求上帝亲自来医治甲帮助，跨国伫整个社会甲国家开始搁咧面对人民所需要接种疫苗的成果，甚至包含未来 Delta 病毒、变种病毒所带予全球的影响。其实毋通亚做咱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咱就得到救。其实上帝意爱咱搁较侪警醒的祈祷，求上帝亲自赐予咱，嘛赏赐咱平安。咱只会同心来祈祷。全能听阮的主阿爸父上帝，主阮的心何等欢喜，你听阮，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主啊，阮意爱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亲近主你。愿你会听，愿你会平安，赏赐互阮众兄弟姊妹，互阮伫今日每一个人所领受对主你的话，毋若听见，毋若认捌，嘛互阮的生命定心立地，新的方向，互阮学习用行动、用见证、用实际的生活来活活见证。互人知，阮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阮是一个相信上帝所要掌管万行有的信徒。愿上帝你圣神加做阮众兄弟姊妹的帮助，互阮伫生活上、伫家庭的内底做美好的见证。虽然疫情带互教会无法度通互兄弟姊妹用实体的礼拜来到主你面前，总是上帝你互阮每一个人拢学习起造一个无形的教会伫阮逐人的心中，互阮学习伫家庭的内底，阮着起造圣的这段；互阮学习伫家庭的内底，着学习用实际的这个无形的这段，通加做上帝你的欢喜。愿上帝你赐互阮，帮助阮，着谨慎。伫这过程的中间，就谨慎阮的心，帮助阮，互阮会当诚做主你欢喜，好佮尽忠的罗卜。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念信息，是信息616首。我踮伫主的疼下，我踮伫主的疼下，心拢无惊变迁。无论环境如何，咱拢稳安伫上帝面头前，相信咱拢是踮伫主的疼下内底。咱做伙听，咱三工做伙来念。我踮伫主的疼下，我踮伫主的疼下，心拢无惊变迁，只我心可真稳当，你听伊的话。
咱搁一摆伫主的面头前，咱会当用咱的诚心甲诚意来奉献予主。奉献毋是勉强，奉献毋是你无法度，但是你真艰苦来奉献。奉献是咱用感恩、用无乐、用多谢上帝伫咱一礼拜久的中间，互咱得到平安。是上帝生命的手术，嘛是上帝互咱会通继续用咱的生命、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主的呼召。感谢主，咱嘛要继续邀请咱兄弟姊妹，咱着爱为着咱教会会建堂的工课、捐款的工作来祈祷甲奉献。这礼拜牧师感受到非常侪感恩的事。看见有侪无相关的教会兄弟姊妹，因一通电话敲来甲牧师讲疫情的中间，咱的教会伊捐款、伊募款的顶面检测有影困难，但总是因了纪念，知影咱教会的需要，是上帝教会的需要。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感恩的事。邀请咱兄弟姊妹，咱用感恩的心相合来做奉献。邀请你会当摕一个信封袋，将你所要奉献的事项甲写下来。经常会，你就毋免写你的名，我嘛袂甲你做记录。所以请咱特别注意，咱就甲伊写落来。然后你会当邀请咱的同工去到咱的府上来甲咱摕是你家己摕来教会。请咱伫疫情的中间，咱做伙来配合这件事。全能的阿爸爸，主你听阮，你想赐互阮的生命受亏难，主阮毋通咧奉献阮的生命，奉献阮的心，奉献阮的全人来到主你面前。阮要用阮的金钱，用阮的心所献，诚做旁人的罪，是诚做主你所欢喜会当接纳的。求上帝你嘛保证阮，互阮的生命会当搁一摆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你的心。主阮知，阮的生命若无实际用实行的行动来行出有见证的生命，阮无法度通得主你的欢喜。阮感谢主，阮有生命通会当搁一摆来奉献回应主你的呼召。阮向主你的献上感谢。求上帝你嘛赐互阮，互阮今日所献，诚做你国度、你的教会的需要，嘛会当搁一摆向主你恳求，赐了你的福气、平安、甲丰富的产业，伫阮正人的之内。无论伫你的工作，无论伫你的身躯甲健康，无论伫你的家庭甲生活内底，拢充满最你上帝你所赏赐的快乐甲智慧。互因有才能，互因有气力有才调，互因有智慧有好的认知来行上帝你以爱行，因行的事。阮搁一摆将阮所献交托伫你的圣手，愿上帝你感恩，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名来求，阿门。牧师伫遮咧来消息报告，伫咱目前台湾已经进入到第7月12日演说即个第3级的境界，所以请咱毋通抓做是6月28就结束啦吼，请咱会记得特别注意者吼，请咱会当伫疫情配合的一段时间，咱尽量大家人拢尽量乖乖读书，若出外会记得喙香着打挂好，所以请咱兄弟姊妹。如果咱若是已经接触到这个疫苗的接种的人，请咱特别注意一下吼，48点钟内，甚至2礼拜中间，咱拢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的情形状况，嘛互咱身躯边的亲人了解啦吼。所以特别遮牧师请甲咱提醒，接续咱伫咱教会未来，咱若想要实体的开放，实体礼拜了后，
咱到时牧师会甲咱报告，会请咱注意，咱拢是配合中心咱的这个流行疫苗这个流行病的中心来配合这些来做进行所以特别请咱孩子嘛特别注意牧师嘛要特别去一摆甲咱提醒请咱伫身躯有甚物款的状况请咱会记得做好的生活好的规律啦我想会当增加咱的体躯力。我想伫咱了未接触这个疫苗施打的中间，咱的心情的调整也是非常的重要每礼拜三，咱伫暗时8点到8点半，咱有短时间的线上的礼拜。嘛，请咱会当注意观看咱的 LINE 群组以及咱的 YouTube 咱做伙同心用祈祷来为着即摆疫情所带予台湾的损害甲面对的这个挑战，咱会当做伙用祈祷来求主来洁净做伙来同心来配合。这个时，咱们邀请咱做伙来吟上面的诗391首《俄勒天定主宰》，咱将俄勒上在回应跟上面，到伫主的面前，咱做伙将灵光为我来做。用实际行动来见证上帝所带来的心事。愿咱的生命无论环境如何，咱拢会当用生命的回应主的呼召来行人生的道路。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地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个基地，对即时直到永世界无尽。阿门。欢迎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以及伫线上观看的亲人朋友，邀请你大家教会是一间上帝听充满恩典、行过新约启示的教会。咱大家伫线上会当来观看咱的直播，愿上帝平安赏赐予你，万愿上帝平安赏赐予你一礼拜久充满了主的平安。怎样感谢？一生。